我話俾大家知，千祈唔好買呢個西沙嘅 Sierra C。點解？因為呢度太好啦！你哋買晒，我啲客買邊度啊？Let's go！ 點解香港新鴻基咁多本地人或者係內地嘅朋友中意咧？因為佢好細心，你見未入伙，基本上周邊嘅配套全部搞掂好細。喂，中意運動嘅朋友過嚟嗱，啱啱我哋打完golf喺嗰邊啦，咁然之後呢度咧有唔同嘅運動場啦，你見到嗱好多攤晒出嚟，我哋有呢最新嘅匹克球場啦，係板網球場、足球場、欖球場、網球場、寵物公園。Nice！ 你試幻想下，新鴻基真係好細心。你住上面，你嘅小朋友落嚟放電喺度玩，跟住差唔多食飯嘅時候，電話都唔使打，同佢講：阿仔，你翻嚟食飯啦！呢度搭車就方面有城巴啦，有581啦，去翻烏雞沙馬鞍山。後面呢架咧就有九巴啦，有582啦，就去翻大學站。咁來回呢度都係10零分鐘嘅啫。喂，一落車你可以翻屋企，定係你個 shopping mall？shopping mall 咪喺度睇，你望一望呢度。呢度差唔多90%都入開晒啦，除咗有玩啦、有食啦，咁啊有一田啊、超市啊、味千拉麵啊、Pizza Express 呢啲全部都開晒。喂，望一望有咩食先？好嘢先啦，講咁耐，正啊！今日咧未有樓睇住，不過咧我哋今日過嚟望一望我哋新鴻基嘅項目 Sierra C， 咁就 total 咧有成1萬伙啊！今次第一批咧就係賣咗呢4棟先啦。咁由細單位1、2、3房都有嘅，咁啊 total 781個項目啦。好多朋友想問下呢度會賣幾多錢？如果參考翻附近嘅數據，我相信1萬蚊左右有。大家想攞到最新呢度嘅資訊或者呢度嘅價錢單，歡迎大家私信我，我會發俾你。